4次嘅進擊王，第5次嘅香港粵語歌總會同埋第6次嘅港島西醫院聯網西利活快樂年紀報告。好啦，賽事開始講啦。係啊，第25場嘅大龍跳5場嘅賽事開始講。第1節到嘅係5隻嘅月龍，第2節到嘅係灣西利，第3節嘅天安港，第4節到嘅趙玉蘭所睇好似係第3次嘅合意龍，快少少喎。暫時睇落去咧，第3次嘅將江6-3嘅咧就係應該係贏出少少啦。